好，我们准时开始。我们上一次我们在思想的是耶稣的话呢，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让我们在爱里立根建基，是吧？那今天的话呢，就到了基督的爱上一次我们是我们的爱，然后呢，今天就是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开始来思想今天思想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遍因为它是整体的祷告。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读完，这是整个一个祷告我们重复读，重复读，慢慢把这个祷告呢变成我们的祷告。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对自己讲道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祷告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对自己讲道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你想起的祷告时间想起的经文放到你的祷告里，那就是像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可以想起的经文，都可以带到祷告当中有一次的话呢，领会直接这个赵代就把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就放到祷告里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很好的操练我们就说自己对自己讲道，怎么讲道？那用神的话怎么讲道嘛？用神的话对自己说话，神的话对你说，你对神说这是最好的。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3章14节庆，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来思想神的爱，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其实我们受洗了，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就明白基督的爱了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爱，那就是说我们就没有个新的生命。你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首先你感受到的就是基督的爱，那我们首先来就是我们感恩。那我们上一次我们说了，我们说了让我们让你们在爱里立根建基。然后我们说那个在爱里，我们指的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的话呢，我们对神的爱，记着我们对神的爱，任何时候人问你什么叫做我们对神的爱呀？我们怎么回答？考试一下，赵代，什么是我们对神的爱呀？考试你，这就两个，爱神爱人。记着，我们基督徒在回答什么是我们的爱，那两个不是一个。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可能会记得一个爱神 ，OK， 错了吗？没错，不完全。记得另一个爱人，错了吗？没错，不完全。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永远是这两个我们讲，那我们的爱要出来，那首先我们说是神爱了我们嘛，我们才能爱出来。也就是说呢，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所以在这里的这个翻译上面有一个叫你们的爱心。那我们上次说了，我们更倾向于呢叫你们在爱里不是用爱心，用在爱里。那就把这两个方向呢都给它包括进来了包括进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在爱里我们说生根立基以后，马上保罗就转到了基督爱。你生
根立基了以后干什么？你生根立基以后，你是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你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呢，你才更加爱神，你才更加爱人。所以，如果我们不会爱神，你不可能爱人。神说了，你不爱人，你就不要说你爱神。看到吗？圣经这两个永远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很快就进到了，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而且这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爱里立根建基，马上带一个果效，就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看到吗？就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有个前提条件，是我们在爱里立根建基，马上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啊！马上那个啥，而且的话呢，我们明白什么呢？不仅仅明白基督的爱，是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还没有结束，你还要知道，这爱就是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啊，又次出现了哈，赵代非常喜欢这个词哈，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词哈，这个是圣经里特别用的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好，那在这句话里，我们先一点一点看。首先，我们先不要看何等长阔高深，首先我们看呢，明白基督的爱。我们看他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说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明白基督的爱，我们说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明白，是不是？这是我们重生得救，对吧？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每个基督徒不仅知道，每个基督徒都经历了这爱是上帝为我舍己的爱。对吧？如果没有经历，那就是说你还没有重生得救，对不对？好，再看这里，我们重生得救从哪儿开始？基督爱我们，他舍了我们自己干什么？他做了馨香的祭物，神悦纳这挽回祭，所以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因着他的献祭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对上帝爱的理解的起点。但是保罗的祷告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起点上。你现在呢，在爱里已经立根建基了，你要更进一步的来明白基督的爱。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能简单的停留在一个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那个状态。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停留在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层面上。他的情感、他的意志、他的知识、他对上帝的理解都在那里。基督徒也不能简单的把我们的信仰对上帝的爱停留在我们罪得赦免的层面上。我们回想咱们祷告好不好？一想祷告，咱们一想感恩的祷告当中，基本上我们感恩什么东西呢？神真是爱我，那爱我什么呢？那给我新生命。爱我什么呢？啊，赦免我的罪，对不对？爱我什么呢？那让我透过圣经明白它，那是什么呢？在知识层面上的，你停留在知识层面上也还不够。所以你看哈，停留在重生得救上不够，停留在罪得赦免上不够，停留在你在这个圣经知识上的认知不够。所以呢，
保罗才祷告。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你到哪个层面上？你怎么明白呢？还有什么更深的明白吗？就是你要经历。那我们做父母的，你要经历什么？你怎么爱你的孩子？你经历了吗？你知道，你经历了是吧？你知道你爱孩子的爱是什么？如果我问你，你爱孩子的爱是什么？你说你不知道，那就怪了，对不对？那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你们要经过男女恋爱的爱，你经历没有？经历了。经历跟没经历不是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认识不一样的。所以这里的话呢，保罗就在祷告，你要经历到，你要享受到，你要让你的生命浸泡在这个爱里。这个爱就不再是一个词汇了。你跟别人分析这个词汇啊，有一天我在车上跟赵太探讨这个爱的问题。赵太是个理性思维的孩子，他一用理性思维，一要分析，我说你不要分析，你开始分析就没有爱了，对吧？爱不能拆开分析的，是不是？就像呢，味道不能拆开分析，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香的，怎么个香？你把它分出来给我看看好吗？你分不出来吗？是不是？颜色给它分出来行吗？你分出来就不是那个颜色了，对吗？所以的话呢，我们看有些东西呢，你不能分的啊，不能分的。所以的话呢，保罗在这里问我们，给我们祷告说：你经历了吗？你享受了吗？你是沉浸在这个爱当中吗？更重要的，你对上帝的爱的理解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吗？你发现没有？这个词我们不常说的，我们不常意识的，我爱主就行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要经历我们爱主的经历？我不管，我个人领袖就行了。你发现没有？上帝把教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生活，要使得我们和众圣徒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一同的经历基督的爱。为什么我们茶点很重要？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同经历，是不是？我们哀宴为什么很重要？我们一同经历，跟你自己在家里吃顿饭不一样。跟你自己在家里喝一杯咖啡不一样，对吗？不一样，这是有人预备的，是不是？有人采购的，有人排班的，有人报名，这就大家这个心在这里边，你要经历。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基督徒没有教会生活，你要好好思想。你信的是什么？天主教是这样的，天主教是这样的。天主教要把你称作圣徒还了得啊，跟咱们基督教不一样啊。咱们基督教是什么呢？能以和众圣徒，指的谁啊？我们所有哈。天主教，你看了吗？那教堂圣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那叫圣徒，没有前面那个圣，那就不叫圣徒。能加上那个圣，苗金困难的很，是不是？你知道什么资格才能加个圣上去？那可了得了，不是说圣彼得大教堂随便就可以称呼圣彼得大教堂的啊！所以它是分开的。记住，圣徒跟平信徒是在哪里跟分开的呢？天主教，老百姓就是平信徒。你来做个弥撒 ，OK 了。啊，你来做一个告解的祷告 ，OK 了，其他的啥也不要做了。不能讲圣经，不能祷告，是吧？那是圣徒的事情，看到没有？但是神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不，我们全是圣徒，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明白。所以
上帝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后，就让我们要在明白基督的爱上更进一步。进到哪一步？不仅仅我们明白他的爱，还要明白这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还要明白什么？还要明白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哎，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啊？你没有发现矛盾呢？那到底是能明白还是不能明白啊？后面这个时候，这爱是你弄不明白的，这爱是你超过你所能够测度的，是不是？哎，前面的话呢？哎，这个高何等的长阔高深！哎，长能不能测？阔能不能测？高能不能测？深能不能测？哎，你用了4个可以测量的词，后来你说不能测度，你发现了吗？哎呀，上帝的智慧真是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一点一点来理解哈。当你明白了基督的爱以后，你是什么状况？凡有的。你发现了吗？你有什么能力？还要加给你。你发现了吗？当你开始有基督的爱的时候，当你开始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那上帝就要做个工作，要加给你，要让你更多的明白他，叫你有余。如果你根本没有在爱里立根建基，你根本对基督的爱没有概念，那是什么？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看到吗？我们在这里看，所以神在这里跟我们说，这是可以的，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这是基础。我们说了，我们重生得救都明白是吧？那是个基础。如果没有那个基础，下面都没有。当你有了那个基础，当你又爱神，当你又爱人的时候，神就说：“我还加给你，让你再经历更多，你就明白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多长，有多高，有多深呢？你再经历，你就知道，你难以测度，你难以测度。所以，这是我们经历的奇妙。”啊，这是我们经历的奇妙。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把这句话连起来理解，你大概知道，上帝，或者说我们保罗在这里为你祷告的心愿是什么？他要让我们心中的爱一天一天的加增。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对基督的爱的明白，对基督爱的经历，我们要一天一天一天的加深。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信主信到现在，哇，你这个爱心怎么都出不来，有问题了，有问题了。当你知道上帝这样待你的时候，你在教会受一点伤害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趴下去起不来？不会的，是吗？你马上就想起来了，基督的爱在你这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要让你经历的是超过你可以测度的。好，我们现在明白了哈，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啊，思维方式。好，我们再往下看，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我们中文翻的是长阔高深，我们说4个空间词哈。英文的话呢，它翻的是宽在前面哈，长是第2个哈，然后高，然后是深。英文的翻译的话呢，它按照希腊文的语序，
希腊的语序通常用什么呢？两极，这个长、宽代表平面的所有，知道吧？高深代表上下的所有，明白吗？这个词是就这个意思，就是充满整个宇宙万物了，就这个意思。啊，这是希腊文在表达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常常用的方法。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就来思想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大家还记得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吗？真神之爱。我想赵太可能能记得，赵太因为有个词，有一句歌词，他说：“哎呀，写的真好，是吧？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当作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说，他的语言，他到了极致的时候，为什么这里用了一个在文学修辞上的一个矛盾修辞法？说了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紧跟的说你测不透。这是文学描述的一个特别的手法。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他用这个办法来表达上帝的这个爱。我们想想看，也是啊，他是无穷的呀，上帝是无穷的呀。测不透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感受不到，而是你经历了还有，经历了还有，经历了还有。你想不想经历？你只要想经历，你总能经历得到。你越经历，你越吃惊；你越经历，你越发现得多。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啊，我们慢慢的来思想哈。我说要用这样的思想的话，祷告，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就完了。好，你在祷告当中就来思想何等的长，何等的长，有多长？从永恒开始。记着，人出生有起点，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起点，从永恒到永恒，够长吗？这长是不是无法测度的？招待很精准的人，你能测度吗？从永恒到永恒，所以你没法测度的。这就是它的长度达到了这个程度，它是无穷尽的。而且起源是从永恒起源的，而且它要在永恒中与我们相伴的。你有没有理解？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到这种程度，你到哪里找？人间的爱到哪里能找这样的爱？耶利米书就这样说：古时的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爱从永恒就有了。我们知道有个诗句说了，母腹当中上帝就知道我们了，是吧？但是从以弗所书说了，在创世以前上帝就拣选你了，对吧？是不是爱是从永恒当中开始的，对吧？就这么长来着。而且这个爱给大家一个想象啊，它就像画一条线一样，从永恒你看到一条线画过来，我们说这是爱，这条线从来没断过，这条线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要你在，他就一直，这就是耶稣的爱。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不是？发现没有？你就这样想，这个爱就像这条线，就这样，就从来不断。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有多悖逆，不管你有多软弱，但是神对你的爱就是这样的，这叫长。它一样的，它不会变的，它是一致的，它不会中断的。我们怎么样伤了上帝的心，都不会中断的。谈男女朋友吵架了，这感情这里会断一下，是不是？夫妻吵架了，哎，这里会停一下，是不是？神的爱从来不会，就这样。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这么长，我们经历的基督的爱就这么长。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当你遇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当你说“哎呀，我怎么没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保罗怎么说？想起这段经文，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这么长。不仅如此，这爱一直要持续到永恒。多大的安慰啊！从我们今生开始，从永恒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当我们知道有察觉，当我们重生得救了，当我们了解了，而且要陪伴我们，这进入到永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神说得很清楚，他陪伴你呀，你不会下地狱，你救恩的确据在哪里？他陪伴你呀，他长远活着，替你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自己给自己祷告了。我们很多时候，容易找工作的时候，百花忘了给他祷告了。但上帝什么都不会忘的，看到吗？多长啊！这就是上帝的爱的长。你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了哈？以后你祷告的时候，你会用这些经文。我盼望人你会以这样的心来明白，你一定要用这样的心，不仅明白，要经历。你要经历，我们刚才说了，保罗是要让我们经历，上帝是让我们经历，不仅我们自己经历，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经历，一同明白。好，我们再来看，何等的阔！阔是什么？宽广，多宽广。启示录说了，到最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数目数不清，千千万万，被收在神的家中。你是其中一个呀！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宝贵呀？我们很多人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啊，上帝不会不把你当回事啊。千千万万中人当中有你，多阔呀！就这么阔。上帝的爱的宽广，就把你放在其中。干什么？一同敬拜。在哪里敬拜？在天上敬拜。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在宝座前。你愿不愿意？那当中有你。你盼不盼望？那当中有你。
你要盼望从现在就要经历。所以我们现在的地上的敬拜，就是预备啊，就是预演呐、就是经历这一幕啊。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呐、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庄重啊。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全人献上啊。我们现在就明白，我们敬拜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了吗？当我们站上去唱诗歌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态？当我们在下边跟我们带领敬拜的人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情感？我们从今天就开始经历了，经历到永恒的敬拜，永恒的敬拜。这就是上帝爱的宽。在地上，到哪儿都摆脱不了。你哪国人呢？尤其是咱们在外边，在波兰，走出去别人就知道你肯定不是波兰人，对吧？你走到其他亚洲国家，别人可能还不知道，你这一看就不是这个国的人，是不是？那不是这个国的人，那就有这个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这移民呢，更不一样的感觉呢。但是你看，在神的爱里呢，在神的爱，神怎么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所以，在教会，管你是不是世界首富，管你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工作，你发现了吗？只要你踏进教会的门，什么意思啊？一样的。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心态，你不要到教会来。所以为什么教会我们不去介绍自己？哦，我是 CEO 啊，我是总经理啊，我是什么呢？你干嘛？你介绍这个干嘛？因为在主里，上帝把这一切都拆了，甚至你也不要说你是哪国的，我是哪国的。因为神都拆了，你还说什么？看到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情感的时候，我们表达情感的时候可能这样表达，但是表达完你注意，你不要弄错了哈。我们在说上帝特别爱中国人，你小心，这不是圣经上的话，对吗？你怎么就特别爱你了呢？那是我感觉到他特别爱我。好，你表达你的情感可以 ，OK。记着哈，这可不是圣经。圣经说了不分的，否则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是不是？那在教会里乱套了。那在这里要好一点哈，在温哥华哈，温哥华那里的话呢，很明显的。台湾人去台湾人的教会，香港人去香港人的教会，大陆人去大陆人的教会，然后把这三个地方两岸三地的捏在一起的话呢，相当困难，很可笑吧？基督徒啊，很可笑吧？很困难的，看到吗？所以的话呢，我们在主里为什么上次说你们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明白，是吧？最开始的时候也有啊，因为最开始的话，我到这儿来，我的有些讲稿是繁体字，然后呢放到那个 PPT 上，我可能没改，啊，就有人直接提意见给我了。梁传道，你不能在我们教会用繁体字，我都懵了。我说好，不用繁体字，冒犯了谁了？不用繁体字。啊，真的很生气的跟我说的啊，很生气的跟我说的啊，不能用吗？所以从那以后，我吓得我再也不敢用繁体字了。如果有的话，都是偶尔失误哈，偶尔失误。你看在上帝的国里是什么样的啊？我们要不要做上帝的国民？是不是在上帝的国里啊？在上帝的国里，何等的深！哎，你说怎么说很高呢？先别说那么高，先说深好不好？我要先说一说何等的深，我们都知道了，何等的深，无限的上帝，至圣的上帝，进入
童女的杜甫。你认为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咱们做母亲的，你想想，真的，如果说让任何一个我们来想想，你设想一下，恐怕你都胆都吓破了。耶稣要进到你的腹中，你敢想吗？有多深？你问一问上帝的爱有多深，你测度吧，他从哪里降下来的？有多深？所以腓立比书说了，他是神，他就是神，但是他取了不仅仅人的样式，是奴仆的形象。有多深？他爱你有多深？想想耶稣，他一生在地上的经历，你来测量有多深，能不能测度？他在地上传福音，我们看得到圣经里记载他的疲倦，圣经里记载他的饥饿，圣经中记载他有愁，他有口渴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详细记载了人怎么苦待他，人怎么捆绑他，人怎么审判他，人怎么嘲弄他，人怎么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这爱有多深？圣经记载了他被人钉在木头上，圣经记载了他在那个木头上说渴了的时候，人拿醋给他喝。你想没想过他是谁？他是永生上帝，他有无尽的能力，他不用动手，这一切他可以毁灭，他没有做。想想看，至圣至洁的上帝把我们所有人的罪污秽背在他的身上。用个形容好吗？咱们的姊妹们喜欢美容，如果我这样形容，不是我要冒犯你们，想想看，你用粪便美容行吗？你能接受吗？你肯定不能接受，对吗？但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比粪便还污秽的我们的罪，全部放到这至圣至洁的上帝身上。这爱有多深？我们可以测度吗？他是从永恒到永恒的上帝，他竟然被埋在坟墓里，为你为我，这爱有多深？可以忍受吗？我们地上很多，我们的人间的很多事，我们都受不了。有一点事儿，我们就受不了了，不行了，就不行了。我们这样思想，你能测度这爱吗？就这么深。那这么深的爱，你经历了，你怎么样回应吗？问问我们自己嘛。我怎么样活着嘛？我怎么样回应嘛？我们每个人，大多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觉得我不错了吗？真的不错了吗？比起这样深的爱，羞愧啊，羞死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不仅仅我回忆他经历的这所有，我们还要设想，耶稣爱的这群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看看你我，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
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从前是放纵肉体私欲的，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的，我们是被上帝看为可怒之子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改好了，他爱我们至深到这种程度，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不堪的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一切，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他经历了。那我们今天要经历这至深的爱的时候，你怎么经历呢？对家人不饶恕吗？对弟兄姊妹不饶恕吗？那弟兄姊妹们没有到这种程度啊，那家人再闹也没闹到这程度啊。可我们都是这样的啊。上帝是这样爱你的，上帝是这样爱我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边有那些哎呀，心里那个不舒服，那个抓的时候，你抓的时候想想，你所经历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还抓什么抓呀？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难受啊！有那个必要吗？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经历我们会变的，会不一样的，会不一样的。何等的高呢？这爱有何等的高呢？把我们这虫都不如的高举到天上，你能想象有多高吗？看神怎么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天有多高？你测一测。上帝让你坐在多高？这爱有多高？就这么高。所以上帝是这样爱你的，他不仅仅给你这样的位分，让你一同坐在天上，他还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有多高？就这么高。所以这高是我们无法测度的。他还应许我们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教会，就是他的家。上帝的灵会住在我们里边，也会住在这个家里。有多高？把你的位分提到那么高，而我不要这个位分，天天在教会里去看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啊？那个人怎么这样对我？哎呀，我今天跟这个说话不行，这个人说话这个对我态度不好啊。那个人的话呢，哎呀，那个对我眼神不好，哈。你把你的眼放哪里？看到吗？教会不完美，但上帝有完美的心对教会。你不完美，但上帝把你举到至高。你不能，上帝把你举到至高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人你看不起，我告诉你，那就是魔鬼。上帝说你会掉到最深，就是这样。看到没有？所以神还应许，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里，太奇妙了，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哇，敢想吗？这不仅仅是词汇，这是现实啊！
这是现实啊。你说神啊，你待我太好了，可是我现在一身的污秽，我现在还有很多的坏毛病，我有很多我改不了的坏毛病。上次我们祷告，我记得这个百华还在这说祷告，让神求神把我身上的很多的坏毛病改掉。是，神有一天会让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高不高？够高了吧？我们以后都是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在地上怎么活着，我们真的要认真想。最后呢，尤其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的这个话对我就是激励。为什么？我要在空中与他相遇，在永恒中与主同在，所以不怕。我不怕我老了，我不怕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世界，我本来就是暂居的。你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盼望大家都记得，我盼望大家可以祷告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来祷告。这爱能激励你，这爱能医治你，这爱能让你的眼光看得更远更大。你不会再看那些小东西，那小东西是有不好的，是的，那小东西会伤害你，是的，我知道会伤害你，但都可以过去，都可以过去的，是吧？不要揪着它不放。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比刚才又进了一步。为什么呢？有这两个字，知道。在圣经里，希腊文里的知道跟明白是有等级之差的。明白是你的第一步，你明白了以后，你才能知道。知道什么意思呢？就你经历了。刚才我说你要真实的经历一把，他不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啊！我知道他有爱，你知道他有这个跟你有关系吗？你明白这个？你经历了吗？就跟最简单的说，哇，基本上在座的弟兄姊妹都送给我有吃的东西，我真的经历了你们的爱。经常的，你们就把吃的送给我了，我经历了，我知道你们怎么爱我的，是真实的吧？真实的，上帝让你经历他的爱，也这么经历啊，也是真实的。你要不要经历？要的，一定要这样经历的。你不要想着上帝是超越的上帝，我怎么能经历这超越的？哦，知道就是告诉你这种经历。知道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实际的当中直接的一种经历，不用预备的就经历到了。那只有你经历到了，你才能够知道它不能测度。什么叫不能测度？什么叫过于你能测度的？你经历了你就知道。总有，越经历越多，越经历越不一样，越经历越真实。你看彼得怎么说？彼得怎么经历的？他曾经3次不认主，是不是这样？他经历了没有？耶稣怎么对他呢？带他问：“你爱我吗？”是不是？他经历了吗？他经历了以后，他怎么说？我虽然没见过他，你虽然没见过，确实爱他。你是不是爱他？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你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什么生活？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
大喜乐。有基督徒问我，传道，偶尔我去买个649行吗？649是那北美那个，就是那个中奖的那东西哈。那因为那649的话呢，它可能中大奖中到几百万呢，就是那样的哈。好像基督徒问我说，传道，那能不能我偶尔去买个649啊？我说你为什么想那呢？那该多兴奋呢！我告诉你，超不过他。如果你想那个比想这个还更重要的话，你好好想想你在哪里。不开玩笑哈，很多基督徒买这种东西，还结伙的买。咱们上班的时候哈，这一个班上的人开始凑完之后，有一个人去买，今天那个人去买，明天那个人买，后天那个人买，变着花样去抽。哟，基督徒，然后跟你说，我保证，我现在给你写下来，真的，一中了奖之后，我90%全给教会。教会不要你100%给教会，教会也不要你。所有在罪上有份的，你让教会在你罪上有份吗？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不洁的东西不能给上帝的家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哇，彼得经历了，他就把这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告诉我们。耶稣离世之前，17章，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为所有基督徒的祷告。他为你祷告什么？父神爱他的爱在你里边，能测度吗？有多大？父神爱基督的爱，圣父爱圣子的爱，在你里边有多大？能测度吗？耶稣给你的祷告不会落空的。所以我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捧着金碗到处要饭，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恩典呢。周马田牧师在这里用了好几个圣徒的经历来讲他们对爱的经历啊，上帝爱的经历。就这种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我找了一个圣徒他的经历念给大家听。这个圣徒在某一天的某个时刻，这爱就整个的充满了他。他感受到这爱不仅充满了他，好像充满了整个穹苍。他感受着这荣耀，这爱就像那个泉源一样，从天浇灌下来。他感受他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个荣光当中，他好像是在那个阳光下的那大海里的一个小船那样，整个在这个爱上飘。他整个的情感到了一种狂喜和战斗的状态，然后他就注视着这无尽的荣光。他就说：“神呐，神呐，你这光怎么来照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这光应该在你的天堂，你怎么会能照还要照我呢？”他当时的感受就是说：“你给我10000个口，你给我10000个心，你让我能够描述这爱跟人听。我所经历的，此时此刻我所经历的。”他真实的经历，就这个圣徒，你不要以为这个圣徒，哇，这么有经历的圣徒，肯定是一帆风顺。晚年，
很多的疾病，病到一个程度都没有办法起床走路了。他这样说：神一项一项剥夺了我的福气，因为一点一点病，越病越重，越病越重。当他写这段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他说：神，你好像在一项一项剥夺了我的福气，但是你每拿走我身上一个我认为的福气，你就填进来了。哇，喜乐就在我里边。我巴不得我20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你全填给我，你把这东西全拿走。这是他病得不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形容基督徒有3类，他用3个圆圈。第一类，离耶稣的距离最近的一类，最里边的这个圈儿。这一类的基督徒呢，他没有办法忍受任何一个时刻，他目光离开耶稣，他的心离开他。他无论他在做什么，他在工作也好，他在学习也好，他做什么也好，他的眼睛他总不能定在他那个工作上，他总要看着他所爱的耶稣。为什么？他生怕那一会儿，我一看他这一会儿的缺失，我受不了，我就要看着你，我就要看着你，我就要时时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就要时时仰望他这容面。这是一类。第二类，也是基督徒，也是很喜欢活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但是这个圈呢，远了一点，比刚才那个圈近一点，这个圈呢远了一点。那这类基督徒呢，偶尔的话呢，他会离开一会儿，干自己的事儿，啊，干着干着想起来耶稣了，然后又回去来望耶稣。那大多数时间呢，会在自己的工作上，会在自己的学习上，但是呢，常常在工作学习当中想起耶稣，又回来了。就像你们，星期一都来了，是吗？就像你们，但是不像第一个那样子。第三类的呢，他们活在神所赐福的生命当中，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忙忙碌碌的，绝大多数的时间他不看耶稣的，他在自己所忙碌的这所有的事上，他离耶稣因为远了，看耶稣的光，他有的时候也，那是耶稣的光吗？哦，好像是，好像不是，又有疑惑，又有疑惑。啊，他形容这个人是怎么样呢？他常常是背对那光，他不是面向那光，他是背对那光的。因为被世上这些事都缠住了，所以少有时间与主亲近。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圣徒，他在描写他自己的时光，描写他自己的经历，描写他带领的基督徒。他是个牧师，他带领的基督徒。那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个圈里的？第一个圈里的，第二个圈里的，第三个圈里的。最起码我看到你们是第二个圈里的，感谢神，感谢神。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进入到最里边那个圈儿。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有属灵的经历，我们都经历神的爱。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位圣徒，这位牧师叫本森，他说世人忽略耶稣的时候，常常是什么？他不注视他。他说你想想看哈，太阳，你要是背对太阳的话，
你总看到什么？自己的影子，是吧？你是背对耶稣的话，你总看到自己的事儿，是吧？你总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你朝向太阳的时候呢，你不看自己了，是吗？所以他鼓励我们，跟我们上次说的一样，攻克己身，舍己。你真要经历神的爱吗？你要舍己的。怎么舍己？转过去，不要背对这个太阳。你总看到自己的影子，转过去，看他，看他，舍了自己，让他进入你，你进入他，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还记得诗人在诗篇里怎么说吗？在你愿意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人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吗？所以我盼望着，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建堂来了。啊，我们真有这个心，那我们的堂很快就建起来，是不是这样？我愿意住在神的殿里。所以我们来看，这就叫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些圣徒的经历我们没有，是吗？但是神应许你，你会有的，有的嫁给你。所以我们经历，有了经历的再嫁给你，再嫁给你，你有了经历的再嫁给你。啊，我们不要让我们对神的爱的理解仅仅是听一次的讲解，仅仅的是看圣经的一句话，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为了帮助大家应用哈，我又回到这里，回到我们可以经历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什么意思呢？你要追求这个经历的。很多教会的话呢，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教会就是拼命追求经历的，不要读圣经的，这是一个错误。一种教会的话呢，不要追求经历的，说你追求经历，这人都神神叨叨的了。这两种都是错误的，知道吧？这里说了，能以和众圣徒，这就是个追求的过程，是吧？你能够达到一个状态，达到什么状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就是你要追求的，你要追求有这个对基督的爱的明白和经历的。所以记着，对基督的爱的认知不能停留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不能停留在罪得赦免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的话呢，我们要经历的。一个牧师这样说：洗礼完了以后，接着是什么？考考你。洗礼以后接着是什么？耶稣受洗完以后接着是什么？我们跟着耶稣脚踪行是吗？是不是？是的，对吧？耶稣他受完洗以后怎么样？经历了什么？旷野40天的试探，对吗？与什么魔鬼征战，对吗？哎，我们很多基督徒受完洗以后，哈利路亚，就等上天堂了。啊，光光不要怕魔鬼找你麻烦啊！我跟你说，魔鬼从来不会找婴儿的麻烦。为什么？太小啊。那一受了洗，哈利路亚，等着上天堂，他不找你，乐吧，等吧，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犯罪犯罪，瞎热闹就瞎热闹，魔鬼管你吗？不管你，乐得自在呢，对吗？但是呢，你
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的时候，你要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找足了麻烦给你。耶稣当年旷野40天的试探，记着这句话哈，这句话很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洗礼之后，紧跟着是什么？魔鬼的试探，征战就开始了。洗礼完以后，征战就开始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如果没有经历过魔鬼的攻击，那你就是一个基督里的婴孩，你就没有想办法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日子，你就没有长大，你就不强壮，魔鬼就不理睬你。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追求，一定要追求。那追求的时候注意平衡啊！你看，追求当中，教会我们有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一同明白呢？教会有读经啊，教会有讲道啊，教会有祷告啊，教会有唱诗啊，教会有团契生活啊，是不是？但是要注意哈，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他只追求这件事儿。记着，你要追求耶稣基督。有没有基督徒到处参加特会的？咱们这里还好哈。我们那边因为是在北美那边，这个特会多了去了哈，教会也多哈。那有的基督徒忙得不得了啊！今天参加这个会，明天参加那个会，后天参加那个会，忙得家都回不去了。你不让他去参加，顿时就凉了。你发现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会是吧？你没有追求基督。记着哈。我们追求的是基督的爱，你要平衡，你要平衡，啊，这第一点，我们要追求哈，我们应用的时候要追求。那第二点的话呢，你追求，你就要避免做你明明知道耶稣不喜悦的事，你就不要做。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悦这件事，你非做，你说会有什么结局？就是因为你做的这些事，他上十字架是吗？啊，你愿意吗？那你现在还做，就是这些肮脏污秽的事，让他上十字架。那现在把你救赎过来以后，你还做，你说你怎么经历他的爱？你怎么能经历到他的爱？为什么圣经说了，你一再而再，再而三的钉他在十字架上？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犯同样的罪，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追求，第二要避免做那些我明明知道他不喜悦的事。年轻人那边，我要提醒你们哈。有的时候忍不住哈，知道他不喜悦，但是还想试试，还想试试，是吧？你明明知道，你干嘛试啊？千万别试哈！你上了魔鬼的当，啊，做了魔鬼的仆役。所以，你要是坚持做他不喜悦、他讨厌的事情，久而久之，你就不可自拔了。刚才我说那个圣经没有的，连你有的也夺去，懂吗？时间长了，你的心完全麻木了，对哪儿的爱都没反应了，对家人的爱没反应，对孩子的爱没反应了，对弟兄姊妹的爱没反应了，对上帝的爱也没反应了。一定记住，你不要明明知道的你还去做。所以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弃绝恶行，弃绝恶习。圣经跟我们讲的毫不留情呢。左眼犯罪，你怎么样？对，到这程度的，你还留着，你还给自己留个后路。还得想想，弃之可惜。我先给他放一边行吗？
别留后路，所有的后路不要留，给他斩断后路。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右眼让你跌倒，挖掉扔了，对不对？你的右手让你跌倒，砍了不要，就让我们没有后路的，你留什么后路啊？第二点我们说了哈，我们要敏感这些。第三点应用，以敏感的心来明白基督的爱在你身上。举个例子，某一天你正在读经，或者某一天你正在看一个属灵的书籍，或者某一天你跟弟兄姊妹团契，突然感动，会有的，突然感动，感受到神的爱，在那一刻把你手上所有的事放下不干。OK， 你要抓住这个敏感，你要抓住敏感，你不能说东方说我神等会儿我把那个碗洗完，没了啊，那个明白他的爱那个经历没了啊，敏感到什么程度？水管我都不关，我去经历他的爱，我去经历他的爱。我就举这个例子哈，我们常常是没有这个敏感的心。好，最简单，再举个例子，咱们每天完了之后这分享是吧？分享的时候，正好你这个小组有个人有难处，你心马上有感动，哎，弟兄姊妹，咱们去听一听，咱们一块为他祷告行吗？你就经历了，你经历了，你在爱人的时候，你就经历了基督的爱了。所以要敏感点，一定要敏感点啊！任何时候你有这个敏感的心，只要心里你感觉他一动，好，咱们就来做这一动的事儿，对吧？大家一块儿来，这就是一同明白吗？是不是要经历啊？一同明白，用这3点，我们来操练，我们来经历。好，我们下边就进入到我们的分享了。第一个题目分享：你是否明白基督的爱？怎么叫是否呢？你举例说，你用这4个词儿，你说不了那么多哈，你别一个人一下说4个。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人，那小组你这时间都不够，你只能抓一个分享好了。你经历过的哈，举例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经历过的，你分享一下。你这小组如果有4个人的话，哇，这就乘4了，5个人就乘5了，是不是？我们就一同，我们操练就一同经历，是吧？我们刚才说一同明白，是吧？今天就操练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分享你经历过的那测不透的感觉，那无法测度的感觉。那你说我们想不起来，那你诚实的想不起来，你听别人的也可以，那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周围有哪个弟兄姊妹为其中哪一个弟兄姊妹想不起来的那个有感动的 ，OK， 你祷告时你为他感动，神呐，让他想起来。你一定在某一个时刻，借助于某件事情，让他能够经历那无法测度的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 ，OK， 就在这种经文里边，我们用这段经文自己对自己讲道，一边对自己讲道，一边为自己祷告。啊，你敏感到你这小组里的任何一个人，不要把小组的全部都带上啊。你敏感到谁，你就为他，也是用这段经文祷告，为他求，好不好？操练一下。好，咱们今天分4个组，这样的话呢，我们人少一点，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更透彻一下啊。我们数数，1、4。吹叶，1，好。
一组在这儿，二组在那里，三组在那里，四组在那里。